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26章。犹大的人民设立乌西雅率着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，迄时伊16岁。阿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乌西雅收回以诺归属犹大国，搁甲伊修建。乌西雅继位的时16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2年。伊的老母叫做亚科尼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乌西雅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老爸阿玛谢的所做去做。教导人敬畏上帝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，乌利亚王寻求上主，伊寻求上主的年日，上帝予伊亨通繁荣。伊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拆毁加特、雅比尼甲阿士督的城墙，伫阿士督地区甲伫非利士人的中间起几若个城。上主帮助伊打败非利士人，甲住伫古尼巴勒的阿拉伯人以及米乌尼人。阿门人甲乌西雅进贡，乌西雅的名声透到埃及，因为伊非常强盛。乌西雅伫耶路撒冷的角门、山谷门甲城门挖角的所在起坚固的城楼。伊伫旷野起守望台，搁挖真济水池，因为伊伫山坡甲平原有真济精生，搁伫山区甲肥的土地，请人种作甲整理葡萄园，因为伊真爱种作。乌西雅有真济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因拢经过书记亚利甲副官马西亚点算，受王的将军哈纳尼亚指挥，会当随时分队出去作战。这勇猛战士的族长有2600人，伫因的手下有军兵307500人，拢是勇猛的战士，熬烧战，帮战王攻击对敌。乌西雅为着全军准备盾牌，像头盔、战甲、甲弓以及要显的锁。伊搁伫耶路撒冷请牛的师傅设计机器，安伫城楼甲城墙的挖角，用来射箭，显大地足。乌西雅的名声传到真远，国家真强盛，因为上帝帮助伊。乌西雅强盛了后，心就骄傲，志到衰败，得罪上主伊的上帝。伊入去上主的圣殿，要伫香坛烧香。这时阿撒利亚带上主勇敢的祭司80人缀乌西雅入去。祖土王甲伊讲：乌西雅，烧香予上主，毋是你应该做的代志，是祭司阿伦的后代受分别来做的职务。你着对圣殿出去，因为你已经犯罪，你袂当得到主上帝予你的尊荣。乌西雅手提香炉要烧香，一个听到就对徛伫上主殿内香坛边遐个祭司发生气。迄时伊的头遐忽然起麻风。大祭司阿撒利亚甲所有的祭司看到伊头遐起麻风，就甲伊赶出圣殿。伊家己嘛赶紧离开，因为上主降灾祸予伊。
乌西亚王得到麻风到伊死的日，伊因为麻风受隔离，袂当阁进入上主的殿。伊的囝约坦管理王家的事，治理国政。乌西亚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有记载伫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的册。乌西亚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讲伊得到麻风，就将伊安葬伫列王墓园边仔的墓地。伊的囝约坦续接伊做王。